咱這台中市的育英國校啊，今年畢業活動真有創意的，伊這結合了密室逃脫的元素。你想要摕到你的畢業證書會使，你必須要搖味猜，最後才能摕到魔術師所封印你的畢業證書。台中後里育英國小今年畢業活動是真趣味，學生就要解任務，透過閱讀理解甲團隊的合作，一步一步找線索，才會當順利摕到畢業證書。希望他們運用這6年所學的這些知識，然後也必須要透過小組合作，然後腦力激盪，然後努力把他們這些謎題解出來。關卡內容是真豐富，就要運用語文、數學、自然加音樂，甚至是 AI 等工具，才會當過關。用檸檬酸畫出的字，用酒精燈把它燒出來，燒完之後，我覺得很有成就感，而且大家都一起合作。我想要感謝校長舉辦這一次的密室逃脫，讓我們對這些帶有謎題的東西更加了解。包含了像自然、數學、遊戲的程式設計，還有音樂必須要能夠從那個樂譜裡面找出線索。校方希望透過這款方式，讓囡仔紀念因小學6年的成果。